生活啊，唔係需要你哋去打官司啊，放18萬雙非落嚟啊，放10幾萬外傭落嚟啊，18萬雙非啊！如果佢哋大個咗，仲可以申請埋佢屋企人落嚟㗎，搶我哋飯碗啊，搶我哋公屋啊！搞完一單又一單，仲話外傭居港權，點解你要去幫外傭啊？點解要幫菲律賓人啊？咁我哋香港人點算啊？知唔知菲律賓人有居港權會對香港有幾大影響啊？佢哋可以攞最低工資啊，去搶我哋香港人嘅飯碗啊！係，仲有啊，10幾萬外傭啊，佢仲可以申請成家人嚟香港去攤分我哋嘅資源啊！我哋嘅公屋啊，排隊排幾耐啊？仲放10幾萬人落嚟，佢仲可以申請埋佢全家人嚟香港去攤分我哋資源啊，搶埋我哋飯碗啊！佢有居港權啊，做香港人啊，仲使乜做外傭啊？攞最低工資啦！一個外傭啊，可以成為香港人，我哋香港人就少一個飯碗啊！你呢班咁嘅政黨啊，去幫外人攞居港權啊，咁我哋香港人如何自處啊？我哋嘅下一代點頂啊？有冇諗過啊？雖然你哋去打官司，無論官司輸贏，你哋律師費都係代代平安嘅，但係有冇諗過律師費你代咗啦，留落嚟嘅影響對我哋香港人係災難性㗎。如果呢一班政棍佢唔係真心為香港人謀福祉嘅，做乜要選你啫？你幫外傭啊嘛，幫菲律賓人啊嘛，你咪叫菲律賓人選你咯，你咪叫泰傭選你咯，叫印傭去選你咯，做乜叫香港人選你啊？有冇覺得自己無恥啊？叫停港珠澳大橋工程，累到香港人唔見過百億公帑，仲要搞到大量嘅建築工人開工無期，一單一單嘅官司，你哋嗰啲律師費就代代平安，搞到我哋香港人就頭都痕，災難性嘅影響啊！對我哋香港嚟講，知唔知外傭有居港權對我哋嘅下一代有幾大嘅災難性啊？